我觉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用词就是每个用词都有自己的一个标准一个定义，明白吗？比如说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攀缘，它意思所愿。攀缘的那个时候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执着，但是它程度上来讲的话呢，就是非常强烈的。我曾经想过佛教里面的这个攀缘，如果在生活当中的一般的一个用词来替代的话，应该是上瘾啊。你对某种东西和事情的这种执着和一种比较，它就是不只是一个心理上觉得一个不可缺少的东西，而且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东西牵连了你的一切，然后就是完全失去你这个正常的这个自然的一个心态的这个对待的这种能力，这个是比较非常负面的，相对来讲的话呢啊。但是攀比呢，其实有时候是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然的，我不认为是它非常负面。嗯而且年轻人刚刚学佛的时候，我们说你不能有攀比，这个是做不到的。嗯，但是这种攀比有两种，明白吗？攀比变成嫉妒心，那就对，是不好的。嗯那个确实有，比如说你攀比，因为这是一种盼望和比较，然后你想提升自己，你也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但是你嗯的前提是什么呢？靠你自己啊。那嗯，这个是就是我们年轻人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动力，自己的一个就是发挥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你自己生活上就是各方面就可以提升的，就是一种竞争的一个力量。那这个呢，一般年轻人来讲的话呢，无论是学佛和没有学佛的人都我觉得可以拥有的一个态度，这是我的看法。但是当你竞争的时候，你要不能用非正当的手段，就是伤害他人的，或者那种比如说抢啊、夺啊、害啊，类似这种比较不合法、不如法、不如理。佛教里面用两个用词嘛，那就是嗯比较正当的，你就是非常就是努力的、辛辛苦苦的，靠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和那个能力来，然后就是赚钱，你自己变成有钱，而且合法的，你就是在这个国家的法律的这个就是或者这个良性商业，你没有任何对其他人没有做一个对不起的事情，然后就是你就是觉得他也有房子，我也想要有房子，那我自己也要买得起房子，这种呢，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当然，嗯如果是出家人啊，修行很好的人呢，他们说要知足常乐，就是有一种更高的一个修行人的目标去说的话呢，像他们是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的，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嘛啊，就是你这样做还是那样做，哪一个更划算？这个是你自己认知上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现在总的来讲的话呢，你一般的这种攀比心，但是这个攀比心呢，当然我知道它也有一种负面，比如说你明明就是有很好的你的穿的东西，你明明也自己很好，但是你自己这个好的也看不到。嗯，我们以前传统有一个说法是外来的和尚最念诵经啊，还有什么他乡的月亮最大，那都是一种人的心理的一个想法的一个，就是当时你自己没有珍惜自己的拥有，没有真正的去感受自己的拥有，没有认真的去看待自己的拥有，然后就没有理由的和不客观的，然后觉得啊他的最好。那其实这个是不好的，这个不用说是佛法的角度，一般生活来讲的话呢，这样是心态呢，确实要调整。
因为呢，传统的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以前的这种朋友的话呢，彼此之间可以分享很多东西。但是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是很迷茫，其实他们也就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或者这个失去方向的那种，有一个迷茫和一些心理上的一个，比如说你就是我读书的目的到底在哪里？我读书了最后然后呢？或者我就是这个，我就是以后，他很多的未来是他们是就是有点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他们就是空在一种未知和这个恐惧的一些状态。但是另一个呢，他们觉得自己很聪明，明白吗？也是觉得他们说哦，宗教啊什么呀，那个这个你讲，他们可能又是开始会反驳，或者是有一个自己的主张和立场。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魔法时代，魔法时代有就是很多每个人的这些思想啊各方面就变得非常复杂，就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就是大家都很复杂，那复杂的时候你也不好跟他们就是用你的这个佛法的态度直接要交流，是有难度的，明白吗？但是另一个方面呢，其实是你身为一个佛弟子，其实你要有自己的这个对信仰要有自信。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教徒啊，他们其实是这个年轻人呢，他们非常主动，然后就是非常认真、非常热情的告诉其他人说：“哎，这样好，那样好。”可是他们给出他们的建议，你为什么不可以？明白吗？那这个前提呢，可能你自己也稍微有一点点哦，好像这个生活相关的这个佛法，比如说我们现在基础的大家有学的这个如菩萨行论嘛啊，这个里面的菩提心啊、爱、慈悲心有多大的一个功德，不是说功德有对这个人生有多大的一个帮助，明白吗？另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觉得哦，这个离生活最近的一些佛法的一些简单的书啊，一些上师的一些开示啊等等，然后你就是分享给他们。其实有时候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一个人问问题啊，他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看我怎么办，我就是没有觉得我说的很特别，我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智慧的开始，我们完全不认为。但是呢，我也还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帮到他，然后我就是想到什么，就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说一下佛法的东西。他就对他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挺大的事情，因为我有时候我们人呢，就是一个他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给他们一点点的一个建议，可能会就是好像点燃一个火一样的，它起到很大的作用和启发，可能会改变他的人生的方向也说不定，明白吗？所以这种时候呢，你就是自己要有一个，比如说你当老师，你要自己要有读书嘛，一样的，你也自己有一点点的这种佛法，你这是皈依和信佛，我信佛啊，我相信佛，这个是不够的。如果你要帮助你身边的其他人，只是要一个分享你自己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话呢，主要是你也要了解，多少要了解一点点，这样你自然而然，然后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要应用，然后你用到的你自己的真实的感受分享给其他人，其实是有很大帮助。但是完全100%能不能所有人帮助到所有人，我们作为这个干部啊、师傅啊这样的一个，就是没办法帮到所有人，因为他们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习气，这有些人听不进去的，明白吗？比如说我们今天开了一个店啊，明明都是放好东西，但是有些人看都不看，有些人很远的地方都过来就要买，这就是个人的因缘。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帮助我是第一个用佛法的。第二个呢，有时候你自己很主动的这种一个善念，
你内心有发自内心的一个好心去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你的行动和你的态度是很大的一个力量。他们会觉得，哎，怎么他会是这样的，明白吗？明白。然后就是慢慢感染到其他的这个身边的人，影响到他们。这是个行为的感染式，是很棒的一个修行的证明啊。对，这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问题，明白吗？有些觉得要学佛法，好像要非常怎么说，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或者一个非常跟人群完全离开的，没有任何的乐趣这种的一个生活，或者甚至要剃头出家这样的概念，明白吗？这是一个错误的影响。宗喀仁波切说，哦，你是这个杀人放火的一个，就是全社会公认的一个坏人，假设啊，但是你也可以信佛。但是你信佛不等于是你坏人，不是做坏事，不是坏事啊。但是呢，基本你信佛的权利是有的。另一个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些皈依三宝，比如说那个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明星叫什么？杨什么杨？王菲吗？是，也是王菲，他们也是，就是王菲也是有一个杨幂还是杨幂？杨幂，我忘记了，一个女的啊，就是她是受达吉堪波他们的这个菩提协会，他们都有参加过志工啊。当然，你看他们都有就是这个一个上亿人的这种追随着这种流行的这种一些演员和这些，那他也是，我不是说他的修行很好，我不是这样个意思啊，好不好我也不知道，最起码他是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皈依三宝的一个佛弟子，明白吗？但是他也可以做他的形象的想做什么，就社会上赚钱也好，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他可以做嘛。所以我们也可以有时候你跟他说，就是他们可以，他们的偶像里面，你觉得有没有很虔诚的佛教徒，或者他们很熟悉的这些这个明星啊，一些社会各大人物当中，哎，你看呢，学佛和这个一些自己生活是不矛盾的，他们也是学佛，他们也有拜上师，他们也有这个修行，他们也经常带念珠。我们李林基啊，那些是这个刘德华，那这些是不用说了啊，他们真的是很虔诚的那种啊，所以其实他们也是这个社会上又地位又成就的人，明白吗？所以呢，你要证明的并不是说是我们佛教徒都要很特别的要去要崇拜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本来就是很多人崇拜，很多人心目当中年轻的他们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这些成功的人也有学佛嘛，就是这个可能是很俗气的一个辩论的方式，但是很有用的，因为他们能接受这个逻辑嘛，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基本你学佛信佛，这个帮助到你的生活，但是你想追求任何世间的名利，只要是就是如理如法就可以了。而且你比较具体的说，比如说像宗喀仁波切有很好的一个就是有些开始嘛，就是所以或者有时候呢觉得离生活好像很近的，好像没有这个距离感的有一些佛法的开始或音频或介绍或然后给他们看，你看啊，这个佛教就是还是很生活的，就是很贴切我们这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信仰，它是一个智慧。就是佛教里面的主要完全最终并不是说它的穿着和一定要有怎么样的，不是这样的，而只是我们学它里面的智慧和慈悲就可以了。